来要代表国民党来参选着总统的侯友宜，5月20迄暝，伫新北市三重埔举办马将，也就是粉丝的见面会。伊讲台南市的前议员谢良介无选着台南市长时，台南人无目睭无福气，引来着民进党大力的批评。侯友宜今仔日出面来道歉，讲伊是心情一个急，用语毋是真精准。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之是肯定着侯友宜的道歉，嘛反倒倒来批评着民进党应该用同款的标准来检视家己人，因为总统蔡英文嘛捌讲过，讲台中人对不起林佳龙。公土我有去甲你参观啦，袂歹吧？我无对，无我就照你安尼做啊。哎呀，台南人无目睭啦。无福气啦，无福气啦。就是这个话，互台南人气噗噗。担任国民党家母的新北市长侯友宜，20号伫咧网络节目直播时阵讲唔对话，去互民进党的主席赖清德也有力赢台南的立委未甲变过。当时我也是心情一急，用语不是很精准，但是听下台南的心，我永远不变，所以我也对用语不够精准来衷心的道歉。刚当的新北市议员肯定侯友宜的回信里，反头批评民进党是相定的标准。蔡英文曾经就跟台中人说，他们欠林佳龙一个道歉，因为林佳龙没有选上。段宜康呢，他就说他无法不鄙视花莲人。管碧玲说高雄人选出了韩国瑜，所以高雄人普遍认为亏欠台湾，请赖清德用相同标准要求蔡英文等人。如今要代表国民党来选总统，侯友宜嘛拍算要突破那赢，落水可以障碍。严格立赢，伫咧21号发出，要伫侯友宜的家乡嘉义县赢10万票。靠清德啊，高票当选会当摕10万票赢10万票。嘉义人喊我两足条，我以嘉义人为荣。我更希望我们努力的打拼，让嘉义人有机会。也能够以侯友宜为荣。面对民进党的立委陈欧平，因为受到诈骗集团红背影响，宣布来退选。侯友宜嘛再一遍来出招。黑金越打越多，贪腐越挂越深。赖副总统，你唔免负钱吗？赖副总统，你唔免出来讲我清车吗？抓到机会，未力赢乌金贪污议题。另外一方面，赶紧来回信咧。侯友宜拍算无要互对手抓到机会来甲攻击，卡变咧家己的誓言变成是哪力选战攻防的焦点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